健康好滋味，最好料理。哇，水啊，我看你这心情那真好，因为吼，我感觉煮菜吼会互人感觉心情加足爽的，真好啊，你。安尼煮起来来看人食，人去食欢喜。是啊，厝内人食得欢喜，朋友食得欢喜，啊，家己鼻领嘛足欢喜，你自己得咧欢喜啊。所以规个人就爽起来。嘛就爽。哦，会个正对，等你注意看到讲。啊，我会知啊，这三杯啊。这我感觉这个足困难的，这对我来讲哦，敢若袂啦，你敢若距离足远的。袂，其实吼，你会知人这个原理就，吼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杏鲍菇吼，由于即摆人食素食的多。咱就切安尼规块，无，爱切人角。蛇角安尼咧切。细吼。为什么会细？细另外伊的角伊面就较侪面。哦，对。因这杏鲍菇吼本身较袂食味哩，啊，你互伊面较侪吼。哦。等下。迄汤汁较吸喺对吼，啊，安尼个切咧。啊，为什么叫做杏鲍菇？伊这口感袂输鲍鱼啊。对吼。哦，伊杏鲍伊比香菇吼，敢若较杂白。较杂白。所以伊这食起来吼，杏鲍菇你来往落去卤，往落去炖吼，卤起来吼，迄食的口感真正袂输鲍鱼。伊这口感就袂输，敢若讲，以前阮囡仔时阵哦，你捌食过一种？以前囡仔时阵，迄人迄木麻树骹有种迄鸡肉丝菇，毋知你捌食过？鸡肉丝菇，你是讲迄个荷来菇？毋是，荷来菇是迄个敢若草皮啊迄种，鸡肉丝菇是起来较规蕊安尼。嘿，因可能即摆吼，敢若人敢若杀草剂啥用较济咯，拢较无咧看到。有念啦吼。来，咱往咧菇类吼。咱迄个共款一点到底，咱点出的吼。点出嘛，免讲我搁另外往一个来餐厅吼，速度紧就往正。我知影，还佫有咧，咱一般吼，我会感觉讲吼，这道菜吼会足辛苦，会足歹做，是因为尾啊佫出来佫安尼，迄鼎，迄香味拢走出来。迄个餐厅吼，咧做生意，阮甲迄个卡声卡吼，阮甲叫做迄个三杯碗啦。三杯碗。啊，还是做生意，你事先爱有一个。个行价小小安尼。对。啊，到人客吼，到桌顶吼，捧起来吼。吼，安尼会称烟。啊，掀开无？伊拢雕工去咱桌顶，爱再甲你掀开。大家闻到拢高赞台三杯麻油的味。对。咱这菇类吼，先落去鼎甲炒过。嘛是拢爱用油吼。落去煎过。煎好香安尼。这吼比往煎吼，我感觉更较好食。啊，这免去放吼，因为咱这菇吼，等下拄着烧伊会豆豆出水，所以油免用伤济，油会当加数袂，因为这菇类的物件吼，拢足够食油的。是。啊，咱就落去煎。火免伤大吼，火免伤大，免伤大，豆豆煎到好出水安尼。煎安尼有这。安尼煎到安尼有吃。有一个变一个香味的，唔是干那迄菇迄个臭腥味。对。所以这个动作吼真重要，一定爱安尼甲炒过。这个动作吼唔免赶，一定爱别有香。所以讲袂用的火，袂用伤大，就是爱中火啊，中安尼。中大火啊，因为这菇类吼，要炒会大无要紧。爱有耐心。伊水分多啊，所以无要紧炒会大。即摆有这刺声就表示伊水分拢有走出来，水分直直逼出来。而且你看伊开始伊迄个大水开始揪伊啊，因为豆豆有出咧，伊会出水，就是表示伊的，你看咱切了大角哦，表示伊内底已经烧有入去咯，伊这个水分这个豆豆出来，一定要有炒到迄个味出来。哇，你看，你有感觉变较水咯？缩小的。对，你看，这种切。色水有够水的。这个时阵，咱是哦，唔是讲这个单位做伙炒。我是想哦，这个咩，互伊凉话，咱先来逼水。放遐有冷静者。对，爱冷静者。咱先下迄个，先下一般的油。好，一般。这姜先煸，因为姜嘛是爱姜较好煸。安尼我过来又看卖啊。好。第二个是毋是？这高赞塔。无高赞塔上尾啦。毋是哦，因为这高赞塔味
足迄落啊。无，但是爱上尾爱这上尾上尾再落掉啊，这袂晓算。来，啊这哦，蒜头落哈。啊无，来，迄个主要麻烦你。我切这辣椒甲切者。切片条啊，哈，切酥片条啊。是安尼的吗？粗粗的吼。嘿，粗粗的。咁啊切足油啊？免，大地袂要紧。哦好。哎，你看，炒开始，咱蒜头规粒落，免切，哎，免剁油。哦，我这姜啊蒜头拢是。哦，这灵魂哦，这姜甲蒜头比咱的迄个主菜较好食。我先下刷油，豆油甲米酒。哦。来，按麻油。麻油好，来，安尼煮起来吼，就是敢若伫外口的餐厅的感觉。麻油是更较济吼。嘿，麻免伤多。免哦。嘿，豆油。这是咱一般的麻油嘛。对。哦。那是种乌麻种的。乌麻。嘿啊。有的是敢若较白的麻，迄落。你个麻哦，较白，白麻迄叫做香油。哦。白麻油，嘿。所以嘛是要用这。这是乌麻。乌麻嘛。啊，来，安尼就来，放一个糖。哦，掺糖吼。嘿，爱好咸甜。啊，盐嘛爱吼。盐唔免。哦，咱三杯就是，就是麻油、米酒、豆油啊，这三项。哦，这三杯落吼。啊。即摆就大火加。可以熟一个。熟。汤味拢走出来。对啊，熟的过程吼。迄蒜头嘛豆豆熟，所以等下迄蒜头嘛最好食。食起来安尼嫩嫩。哎对，剩一撮汤汁安尼。来，讲下大家辣椒尾再来哈。辣椒上尾嘛。嘿，辣椒上尾。开大火吹者吼。你搁爱大火啊？嘿，开大火吹者。好啦，迄个注意啊，麻烦迄个麻油搁好啊者。麻油搁爱哦。嘿，麻油这个。上尾啊吼。嘿，你甲刷一刷了。是安怎爱分开用？因为拄则煮过吼，伊味的麻油的味煮较无去。啊，咱即摆尾也搁下一罐了吼。嘿，要上刀进者吼，搁来加一个。嘿，搁加中者。哦。哇！哦，规间拢芳起来。规间拢这个味啊哈。嘿。哇，煮起来就足入味的。这杏鲍菇吼，要食等下食看卖咧，袂输鲍鱼嘛，袂输鸡肉。是。来，哇，水噶。